願主與你哋同在。恭讀聖馬竇福音。賢士們離去後，看上主的天使託夢顯現於若瑟，說：起來，帶着嬰孩和他的母親，逃往埃及，住在那裏，直到我再通知你，因為黑落德即將尋找這嬰孩，並要把他殺掉。若瑟便起來，星夜帶了嬰孩和他的母親，退避到埃及去，留在那裏，直到黑落德死去。這就應驗了上主藉先知所說的話：我從埃及召回了我的兒子。黑落德死後，看上主的天使在埃及託夢顯現於若瑟，說：起來，帶着孩子和他的母親往以色列去，因為那些謀殺孩子性命的人已經死了。若瑟便起來，帶了孩子和他的母親進入以色列地域。但是若瑟一聽說阿爾克勞繼承他父親黑落德作了猶太王，就害怕到那裏去。夢中得到了指示後，便退避到加里肋亞境內，去住在一座名叫納匝肋的城裏。如此應驗了先知們所說的話，他將稱為納匝肋人。上主的話。今日喺我哋剛才聽到嗰兩篇讀經啦，德訓篇同埋保祿書信兩篇讀經呢，其實都好值得每個家庭將佢抄咗落嚟，作為座右銘，家庭嘅座右銘。喺學校呢，其實我哋嘅德育、我哋嘅倫理呢，其實應該要嚟教呢啲課。今日教會邀請我哋慶祝聖家節。人一生呢，最渴求嘅幸福就係有一個和諧嘅家庭，而人一生最大嘅成就就係擁有咁樣嘅一個家庭。聖家節裏邊三位人物若瑟、瑪利亞同耶穌啦，用今日嘅眼光嚟睇，佢哋當然係地位崇高、遙不可及。佢哋係聖家，我哋唔係。但係其實我哋可以係嘅。不過如果我哋從佢哋當時嘅生活嗰個場景嚟睇呢，就有好多值得我哋今日都要效法嘅啟示同埋地方，讓我哋教我哋點樣能夠成為一個幸福嘅家庭。我哋首先睇下若瑟。若瑟嘅特色就係佢為人好沉實同埋好厚道。沉實同厚道，最出色嘅就係佢喺事實當前，即係事實擺喺眼前呢，仍然唔想當眾羞辱自己嘅未婚妻。呢個係一份幾咁大嘅胸襟。明知道睇到自己嘅未婚妻瑪利亞喺表姐嗰度翻嚟嘅時候已經有咗身孕，佢唔明白，佢唔知點解。不過佢唔想公開羞辱佢，佢好大嘅胸襟，好大嘅厚道，亦都因為佢嘅沉實處變不驚，佢能夠帶領成個家庭度過一次又一次嘅難關。瑪利亞就快臨盆嘅時候，仍然揾唔到客棧嘅收留，其實若瑟都擔心，所以佢不斷去尋找。去揾地方。當俾黑落德
追殺嘅時候，佢要逃往埃及。個 BB 仲好細個，已經要半夜要逃難，係約瑟帶領住聖家一齊逃難。而喺舉目無親嘅埃及地，我估約瑟應該唔識埃及話嘅，不過佢一個人咁樣走咗去埃及，照顧住佢嘅太太同埋個 BB， 應該唔容易。不過佢有呢份嘅沉實，處變不驚。翻到回國之後呢，當黑落德死咗，佢決定選擇唔翻去原居地，呢個亦都係佢嘅明智啦嚇。當然我哋聽福音話係天使話俾佢聽，但係約瑟都衡量過，黑落德個仔做翻皇帝都唔方好咗去邊度，所以咧佢唔想翻去。然後丟失咗耶穌，佢陪同聖母到處去揾耶穌。約瑟係一個咁嘅人，一個沉實啦，同樣一個厚道嘅人。祝願天下，特別係在座各位做丈夫同埋做父親嘅，都有約瑟呢份沉實同埋厚道。沉實就係唔浮誇，厚道就係有容人之量。呢個就係最好嘅身教。如果我哋要教我哋嘅仔仔女女，要佢哋唔好浮誇，要有容人之量，做爸爸嘅就係最好嘅典範。因為爸爸喺家庭裏邊係一個穩固嘅舵手，隻船有揸舵手係一家之主。我哋又睇下聖母瑪利亞。瑪利亞係一個好有自信，但係同時又好細心嘅女人。佢能夠喺一時間對天使嘅預告、天使嘅邀請答得出好啦，我願意呢句說話，其實係唔簡單。佢唔可能係一個好容易驚青、毫無主見嘅女人所可以做到嘅。其實佢都唔係太明白，不過佢有信心，對天主有信心，所以佢同樣對自己都有信心。佢相信天主，所以能夠相信自己，但係亦都因為佢有自信，所以能夠相信一啲超乎自己能夠處理到嘅事。喺聖母嘅一生裏邊，我哋睇到有好多次，佢遇到一啲佢自己都唔知點樣處理，不過佢有信心，佢有自信。懷孕嘅考驗呢，剛才都講過，懷孕嘅考驗，聖神懷孕呢啲係咩一回事嚟？誕生嘅考驗，連張似樣啲嘅床都冇。逃難嘅考驗，喺12歲耶穌12歲丟失咗耶穌嘅時候，佢嘅考驗。耶穌喺青少年成長，其實福音完全冇記載，其實耶穌係平平無奇，其實都係一個考驗嚟。天使話呢個係默西亞，係天主子，係救世者。但係喺佢聖母睇住個細路一路成長，冇乜特別，都好似普通其他嘅小朋友一樣。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考驗。傳教嘅時候，耶穌傳教嘅時候，唔一定能夠親近耶穌嘅考驗。我諗做媽媽嘅都好想有時睇下自己個仔點，不過埋唔到身。十字架下嘅考驗，所以聖母唔單止係硬淨 tough， 而更加係滿有信心、滿有自信。但係同時聖母都係一個好細心嘅人。佢一聽到天使話你表姐佢年老懷孕啦，已經第6個月，一完咗之後，佢即刻就起身去探佢表姐，去幫佢表姐。12歲，耶穌12歲嘅時候丟失咗耶穌，揾咗3日3夜喺聖殿裏邊揾翻耶穌嘅時候，聖母衝口第一句說話唔係話阿仔乜你咁樣對待我噶？佢話阿仔你點解咁樣對待你爸爸同我？啲聖母係好有嗰種嘅細緻嘅，佢將聖約瑟擺喺前邊。喺加納婚宴嘅時候，人人都
好陶醉於嗰個婚宴，獨特係聖母睇到，咦，好似唔夠酒咯，唔夠酒為嗰對親人、嗰對新人嚟講呢，係一件好丟架嘅事。於是乎聖母就邀請耶穌諗個辦法。所以聖母係好細心嘅。喺耶穌傳教嘅時候，遠距離咁樣去照顧耶穌同埋門徒。福音上面好多時都記載有一班婦女，呢個包括埋聖母啦，經常都會照顧耶穌啦，同埋佢啲門徒嘅飲食。聖母當然係其中嘅一個。聖母好少，我睇唔到喺福音上邊，聖母係母憑子貴。我哋今日做媽媽嗰啲咧，好咩啊？好為自己嘅仔女啊！我讀咩？去咩學校啊？考到幾多成績啊？幾多點啊？而家讀緊邊間大學啊？會講俾人聽噶嘛？講俾人聽好光榮噶嘛。聖母從來冇咁樣做，會話嗰個起死回生嗰個係我個仔嚟，係我大仔嚟啊！佢冇咁樣嗰個餵飽5000人嗰個，咪我個仔嚟噶咯。聖母冇憑子貴。聖母接納伯多祿嘅懺悔。伯多祿3次背主之後，其實好傷心。我哋當然冇直接嘅聖經記載，不過根據傳統呢，啲人話伯多祿同猶達斯最大嘅分別就係伯多祿，佢知道自己錯咗之後，佢識得懺悔，同埋佢識得翻去聖母嗰度，去師母嗰度翻去聖母嗰度。咁聖母接納，猶達斯就缺咗呢一樣嘢。喺十字架下，我哋成日都以為聖母有若翰，唔係有若望陪住聖母。其實好多時睇翻釋經，可能係聖母帶住若望。如果唔係聖母帶住若望，因為若望都走鬼咗，即係走佬，即係耶穌喺山園祈禱嘅時候，若望自己都走咗。所以係聖母帶住若望站喺十字架下，係聖母幫助初期教會嘅成長，即係瑪利亞。所以瑪利亞係一個有自信，但係同時有一個細心嘅女人。所以祝願天下做妻子同做媽媽嘅，包括在座做妻子同做媽媽嘅，都有瑪利亞一樣呢份嘅自信同埋呢份嘅細心。最後我哋睇下耶穌，12歲耶穌就能夠講出我要做我父要我做嘅事。雖然喺嗰一剎那，即係喺嗰個場景裏邊，做爹哋媽咪嘅其實好難受，好辛苦。不過耶穌講出佢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就係我要做我父天父要我做嘅事。年紀少少呢，就已經有咗做人奮鬥嘅目標，知道自己嘅抱負同埋人生嘅方向。而更加重要嘅就係，因為係指向別人嘅幸福，而唔係為求一己嘅快樂或者榮耀。所以喺耶穌身上，我哋都睇到，即係嗰份即係好細個就已經有自己知道自己想做啲乜嘢嘢。我哋睇翻耶穌，佢係一名木匠，有一門手藝，而佢並唔以此為恥。後來啲人稱佢做拉比，做師傅。本來讀拉比做師傅要可能要學好多嘢，但係耶穌一路以嚟都係做木匠，做一門手藝。當然喺嗰個年代能夠做一個木匠呢，係一個高技術嚟嘅，係好受尊敬嘅，因為嗰個年代吓。但係佢發揮到自己嘅天賦佢冇讀過咩名校，亦都冇爭咩名校，佢就係咁。而喺耶穌身上，我哋睇到有一樣嘢，為做父母嘅係好緊要嘅，就係今天做爸爸媽媽嘅，能唔能夠對自己嘅仔仔女女咁樣話：你嘅一生係屬於上主嘅。固然係我同爹哋媽咪帶你出嚟，但係你嘅一生其實係屬於上主嘅。
所以你要做上主要你做嘅嘢，唔係只係爹哋媽咪要你做嘅嘢。喺耶穌身上我哋睇到，願天下所有嘅年青人同埋做仔女嘅都能夠好似耶穌一樣，好早咁揾到自己人生嘅目標，並且全力以赴。今日嘅年青人唔好只係沉迷喺打機啊，唔好沉迷喺你嗰啲即時嘅快樂嗰度。細個唔係問題嚟嘅，細個唔係唔識性嘅，細個都識性。細個年輕都要學去揾自己做人嘅目標，好唔好啊？唔好嘥咗個光陰。喺呢度我好想趁住呢個機會呢，因為今日要準時放你哋走，即係要11點一定要遠離撒，所以呢，我喺呢度呢想祝福大家，咁大家都可以作為一份聖誕嘅祝福啦，亦都係作為家庭嘅祝福。祝福你哋嘅家係一塊流奶同流蜜嘅福地，奶就係代表生命嘅滋養，蜜就係代表生命嘅甜蜜。祝福你哋嘅家係一處可以讓身體同心靈都得到休息同埋恢復元氣嘅地方。祝福你哋嘅家係一個積善嘅倉庫。祝福你哋嘅家係一個大家都可以安心分享、交換意見，甚至係可以安全咁發脾氣嘅地方。祝福你哋嘅家係一個大家都可以係一個讓自己同家人都可以成熟成長嘅地方。祝福你哋嘅家係天主喺人間嘅一所宮殿。祝福你哋嘅家係耶穌基督經常可以敲門入去休息嘅屋企。祝福你哋嘅家係聖神可以喺裏邊施教嘅課室。祝福你哋嘅家係人人都可以同天主接觸到嘅一個車站，唔係目的地。祝福你哋嘅家係一個祈禱之所。祝福你哋嘅家係老人家揾到溫暖同埋自豪嘅安樂窩。祝福你哋嘅家永遠係一塊天主所祝福嘅園地。祝福你哋嘅家唔會缺水缺糧。祝福你哋嘅家成為教會嘅光明。祝福你哋嘅家係眾生都能夠感受到同埋經驗到嘅福源。祝福你哋嘅家係一個邁向天國嘅驛站。祝福你哋嘅家係一個名副其實嘅家，而唔係一座收容所。最後祝福你哋嘅家裏邊男女老幼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姊妹同心，夫妻恩愛，福及兒孫。讓我哋一齊誦念，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到永遠。阿們。天主保佑大家。